我哋搭建咗個透明閣樓，可以測試呢部 AirPro 4i68嘅空氣淨化效果。個實驗好簡單㗎咋。AI68係塔式結構空氣清新機，空氣入風口喺下面，出風口喺上面，所以我哋將佢吊起喺半空，用發泡膠板隔開兩邊，確保入風口同出風口嘅空氣唔會互相影響。用空氣檢測儀嚟做檢測，睇下空氣質素，感覺好窒息。OK， 我哋準備好晒，而家開始測試。首先我哋倒啲甲醛溶液，跟住整啲煙出嚟，污染程度好誇張喎。開到最大馬力睇清楚啦。出風口啲空氣完全冇事喎，污染爆晒標嘅情況下，佢個過濾器仲 work 緊，真係好勁喎。唔使15分鐘，下面啲有色污染物已經冇晒，個檢測儀顯示反正常水平。AirPro 4i68用多層卡式結構設計，3層濾網深度過濾，淨化效果更好。用埋德國意式風機，每小時可以處理720立方空氣。F7 初效濾網負責過濾懸浮粒子，5kg 嘅 TVOC 濾網處理甲醛、苯同 TVOC 同裝修污染物。A13 級 HEPA 濾網就過濾細菌同病毒。成個淨化過程由淺入深層層過濾，一次過濾效果高達 99.99%， 殺菌率都有 99.9%。就算環境好污糟，出風口都可以做到零懸浮粒子。全部檢測報告都有權威認證，懸浮粒子處理量超標85倍，甲醛處理量超標13倍。即係點啊？即係話呢部機係對抗空氣污染嘅有效工具。中間個 touchscreen 可以睇到空氣狀況，仲有天氣預報、着衫提示呢啲貼心功能。簡單啲講，如果你屋企需要空氣清新機，想一步到位嘅話，聽我講，揀 AirPro 4i68就冇錯。